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案，先後衍生多個法律程序爭議。有關裁斷可能成為日後處理國安法案件嘅先例。2020年8月，警方國安處拘捕黎智英當日，近200個警員到將軍澳壹傳媒大樓搜查。蘋果日報為此曾經入稟法院，要求裁斷警方攞走嘅證物入面係咪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嘅資料同埋新聞材料。法庭駁回有關申請，認為為咗有效防範、制止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警方必須要展開任何有必要嘅搜查行動，調查可能包含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證據嘅任何物件。黎智英就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提出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嚟香港幫佢辯護。法庭批准佢嘅申請，特區政府為此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喺2022年底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其中2條條文嘅解釋，指明不具本地全面執業資格嘅海外律師，如果要參與涉及國安法嘅案件，法院需要向行政長官取得證明書，或者係由香港國安委判斷決定。而今次審訊屬於高院原訟庭嘅案件。2022年8月，律政司司長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6條相關規定，出於保護國家秘密嘅考量，由於案件具涉外因素，宣布審訊唔設陪審團。最終案件喺2023年12月安排喺西九龍法院，由3個指定法官共同審理，包括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等8個人，先後承認控罪，佢哋會喺案件審結之後判刑。除咗本案，黎智英亦都牽涉其他案件，包括2019年8月18號民陣喺維園舉行流水式集會，黎智英同李卓人等7個人被控參與非法集結，黎智英判監9個月。黎智英亦都被指涉及2020年維園燭光晚會，被裁定煽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名成立，判監13個月。而黎智英被指容許管理佢家族事務嘅顧問公司喺蘋果大樓入面辦公，但未有向業主科技園申報，被裁定欺詐罪成，判監5年9個月。至於蘋果日報2021年6月24號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後停刊，同日凌晨起網站亦都唔再更新。無線電視記者翟瑞文報道。